台語台甲電影團隊合作推出的電影《大仙翁仔》，6月在日本的影展有得獎。今仔日辦試映會，故事是咧講三個家友走投無路的時是安怎互相扶持，嘛透過戲劇的方式來探討宗教信仰甲人之間的關係。你啥呀？你是講你友的啊？對啊，可以啦。我那個當家孩子啦。三個家友意外撿到一袋現金去互烏道對殺，在走投無路的時扮作大仙翁仔和烏道美相吹。這出電影《大仙翁仔》是公視台語台甲電影團隊合作推出的，結合台北網界的家友議題和宮廟文化等等，劇情呈現三個無血緣的家友在困境當中安怎互相扶持。演員之一的木心表示，為着這出電影嘛拼死咧練台語。為着這出戲，我嘛是逐工咧練。甲洪哥練，甲我阿姑練，親情很容易蠻觸動我的。然後尤其對於阿公阿嬤這種，也很觸動我這樣。所以我在試鏡的時候看到那個本，我就很喜歡。那這出電影的導演表示，為着要了解網界文化甲家友的生活，伊嘛佇公園困3天，親身感受甲觀察，並叫嘛分享講，家己是網界人，厝內開宮廟。伊想要問的是，為什麼神明哪像攏無保庇着龍山寺外口的家友？透過電影用戲劇的方式去探討宗教信仰甲人之間的關係。好，這個過程當中，我發現萬華有一種特質，那個特質是我跟你沒有血緣關係，可是我馬上就可以，你只要一跌倒我就扶你，只要一提不動我就幫你。這個地區是長這樣的。想要回答的是，神明有無條件的愛這件事情，然後那人和人之間有沒有？我後面有感受到這件事是說，當神明他們是有保佑我們，只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去保佑。今年是台語電影70週年，《大仙翁仔》嘛是台語台頭一出上院線的電影，拍算自9月11開始在電影院放送。電影團隊表示，希望透過戲出，讓社會看到更加多元真實的人性，嘛希望會當鼓勵到掉在困境的人。記者盧尚珠、鄭春佑台北報道。